承諾一世嘅照顧就係幸福。睇返走過嘅路，多得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一直陪住我嘅每一步。家庭醫生同其他醫護人員多年嚟照顧我同屋企人嘅健康，提醒我預防疾病，幫我養成健康生活習慣，仲會跟進我屋企人嘅情況。依家我唔單止追求破紀錄，仲會記錄身體狀況，定期檢查，先可以做到早發現、早治療。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聯繫社區嘅醫療服務，編織成一個完善可靠嘅醫療網。由第一步到每一步，守護我同我最愛嘅人嘅健康。全靠踏入地區康健中心嘅呢一步，成就我嘅健康人生。咦，你兩個都幾似樣喎？哦，個個都係咁講㗎啦。